哦，又冇帶鎖匙，又冇帶卡，又要花多1500蚊去開鎖啦。OK， 剩埋1500蚊。攞嚟啦你。喂，等翻過嚟啊！唉，如果有個產品令我成日記得帶鎖匙就好啦。係咯，會唔會真係有啲咁嘅產品咧？哎呀，而家啲店真係又冇新意又核突。係咯。啊，真係死咗個靚我諗到啦。呢個盲盒鎖匙扣係將香港傳統美食融入其中，而玻璃碟設計理念係仿照70、80年代香港懷舊嘅瓷磚。最後出場嘅係我哋王牌產品扣住情懷。你哋又知唔知 Home Kong 係咩意思呢？有咗呢個產品，我以後就唔會唔記得帶鎖匙啦。相信有 follow 開我哋 IG 嘅同學仔都知道，我哋已經密鑼緊鼓，去到最後嘅階段啦。今次我哋繼續跨科合作，由企會財聯合視藝科嘅同學一齊參與設計產品。近年越嚟越多大型商家嘅出現，令到香港嘅一啲傳統小店被迫結業，好多本土嘅文化被淹沒。所以我哋今次攤檔嘅主題圍繞住懷舊，希望香港獨有嘅文化唔好俾人遺忘。喺設計產品嘅時候，我哋除咗想扣緊復古主題之外，亦都想突出產品嘅實用性，所以設計咗以下呢4款產品，包括鎖匙扣盲盒、金屬書籤、玻璃工藝板。而今次我哋嘅王牌產品就係扣住情懷，而接下來我就會介紹我哋嘅王牌產品扣住情懷。今次我哋採用咗香港懷舊作為構思，以木板去製作扣住情懷呢個產品。每個產品嘅設計都係我哋用種技課堂學識嘅繪圖軟件 CorelDRAW 去設計。喺包裝嘅裝飾品上面，我哋用咗上學期各個班房棄置嘅壁報紙剪成紙條，做到環保之餘，同時亦都可以美化產品。扣住情懷呢個產品建議大家掛喺大門嘅側邊，咁大家出入嘅時候就唔會唔記得帶鎖匙，同時亦都可以當作家中嘅裝飾品。而我哋食住盲盒風潮就推出咗呢個自家製產品匙扣盲盒，每個鎖匙扣都係以香港經典食物為主題，例如凍檸茶、西多士等等。同時我哋仲設計咗隱藏款，通過滿足消費者嘅好奇心同埋獵奇心理，可以進一步促進銷售。但基於商業機密，呢度就先賣個關子啦。我哋嘅消費對象有可能係學生，考慮到學生嘅經濟能力，我哋提供外表精美、價格親民嘅產品選擇，即使係收入水平較低嘅學生都可以承擔得起。我哋製造嘅玻璃碟將70、80年代香港嘅藝術形態融入玻璃之中。喺當時唔擅長製造塑膠嘅時候，香港已經識得如何運用玻璃製造日常用品，亦都採用香港70、80年代嘅地磚同窗花嘅圖案，讓大家可以諗起當時不一樣嘅香港。呢個產品嘅創作係獨一無二，係由我哋專業嘅電繪小組精心打造。我哋以香港獨有嘅雪糕車、郵箱同埋霓虹燈為靈感，每款嘅書籤都蘊含住大家嘅回憶。我哋唔想香港人就咁遺忘咗香港獨有嘅文化。產品除咗展現到香港風情之外，更加注重實用性。產品展現到香港嘅懷舊，更可以做成書籤。我哋選用咗優質嘅金屬材質，係因為金屬內容精緻嘅圖案永不褪色，而且輕薄便攜。金屬嘅質感低調而且高級，無論係自用或者送禮都非常合適。每一款產品都係由我哋圓圓兵團親自設計，絕對係獨一無二㗎。對我哋今屆圓圓兵團產品有興趣嘅同學，記得 scan 班房或者樓梯間海報上面嘅 QR code follow 我哋嘅 IG， 了解咁多詳情啦。重要嘅嘢梗係要講3次啦！我哋3月28號至30號會去鑽石山荷里活廣場17號攤位進行展銷，歡迎大家親身過嚟支持我哋。請大家多多支持我哋圓圓兵團，多謝。